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来团练今仔日要礼拜唱的礼拜要唱的圣诗吼。咱来先看第一首圣诗第25首，以表姓名祭献歌美丽。咱来先请，其实今仔日的3首圣诗咱拢足熟，所以先请思琪对头到尾弹一解。以表姓名祭献歌美丽，对譬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亚堂祝上帝。乌罗和山啊，基表姓名，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5节、甲第6节，哈，3来。基表姓名，祭献歌美丽，对譬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堂祝上帝，乌罗山啊，基表姓名。第2节，亲像老母，志明做不停，家过有着一切奇妙创造，献出给大智慧，万物的明天。乌罗山啊，不是上帝。第5节，亲像小月，夜景向前亮，阳光一切有给向我不离，将你所有献出，为公义打拼。乌罗山啊，小妹上帝，耶和华上帝，伟大歌颂上，亲的歌谣唱完朗诵的爱，最难听的光华，难心灵高雄。乌罗山啊，耶和华上帝。真好哈！这首圣诗有2个所在爱小注意的，吼。第一个所在就是第1句甲第3句的迄个 melody 拢相共，用过迄个拍数无共吼。譬如讲，基表姓名，所以迄个基表迄个基是2拍，可是第3节的时阵，后来的时阵小共 melody 充满荣耀圣洁，所以是2拍对做1拍，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小可注意者。第2个所在就是第6节要结束的上后，迄节吼，耶和华上帝吼，啊无进前对第1节到第5节的时阵拢是基表姓名，毋过第6节要结束，所以伊的迄个曲调的有一个结束的曲调，安尼吼。好，咱过来看第2首圣诗第181首，圣诗第181首，同心而乐天悲。先对头到尾弹一解。同心而乐天悲，自然永活上帝，听堂灵敏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来唱。第1节甲第3节上来。乐天悲，自然永活上帝，听堂灵敏无穷。
献诗内底真久的一首献诗吼，你也看伊的迄个词，其实是对养心圣诗，养心圣诗就是咱足早期的献诗吼啊，所以伫咱教会即首是算老献诗吼。好，咱来唱第三首的献诗，第三首的献诗605首，605首啊，即首献诗会当讲是不加薪的献诗吼，因为词虽然是德国真出名的诗学家潘霍华所写的，迄是歌曲是迄个徐文齐义恩写的吼，是2000年写的。伊是一个咱家己长乐教会栽培出来的迄个咱讲的新生代的作曲家因兜除了因爸爸以外，因妈妈伊家己伊小弟拢是读音乐的吼，所以是一个真有迄个咱讲的音乐造诣的一个家庭。这首献诗是即摆现主是长乐教会青年30岁以上。上下5岁的是25到30岁，甚至是40岁，这个群这个族群青年就爱唱的一条献诗吼。伊麦当同志讲是万用诗，因为你若是结婚的时阵，麦当唱这首献诗，到第4站卖唱；若是个别时的时阵，麦当唱这首献诗，就是这两3时拢唱安尼吼。后来徐伟恩为着结婚的迄个场合，佮点下迄个，佮点重新那个什么写谱啦吼，互伊会当和声佮较进步安尼，所以你得让知影讲，伫青年的即个阶层，这首献诗是足流行，袂当讲流行，就是足受欢迎的一首献诗。这首献诗伫李登辉总统的个别时嘛有唱吼，所以是。近代算现代，咱长乐教会内底真受欢迎的这首献诗。我伫想要唱这首献诗是，是讲咱过来要过年，就是伫咱基督教的教会的世界，过来拜三，就是咱讲的大斋节期吼，要开始来迎接迄个主耶稣基督受难的迄个节期，所以。咱在庆祝过年的时阵，咱嘛爱当心来准备耶稣基督要为咱受死的受难节。时间的关系，所以咱来唱第1节，甲咱袂要紧，咱先来唱第1节甲第3节吼，再一个小前奏，谢谢。来，第1节3来。
时，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那即时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国美丽，请大家起立来吟。
咱犹原徛地做伙压头来祈祷。至高的天父上帝，全能的主，但愿即时来到你的殿院来祈求你，来敬拜你，求你用你的阳光看顾阮，互阮伫你的内面用专一的心来虔敬敬拜你。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赏赐恩典伫阮谦卑搁内心送向的人的中间。阮永远的天父，你有找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互阮对伊得着我，搁通过福音对阮显现活命甲永生，搁互阮伫基督同过我，用伊的疼充实阮的生命。阮感谢你，也将恶路归着你，爸囝信神独一真的上帝到永远。上帝啊，你是平安的君王，互欢喜人彼此和睦。伫这一年要结束的时，求你保护阮的国家平安。虽然阮有用德一直要侵略阮的危机，但是主你时时咧看顾阮。你互即个世界经济改变，现在民主国家拢纷纷来重视台湾的安全，也开始支持台湾。但是虽然有别人要帮助阮，阮家己也应该爱帮助家己。求主用你的大宽容来化解阮立法院对国防甲国家预算的分了，互阮国家行伫平稳安全，又搁互主你欢喜的路线顶头。主啊，求你赐落和平，赦免阮一切的不义，互阮伫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内面，互人甲人搁好，也甲上帝搁好。主啊，阮也感谢你保守阮的教会，互伊伫你的面前加天敬虔，热心来亲近你，互你的正义女通过生活甲见证服务，来显明你对你的智慧甲疼。也求主你赐福每一个家庭，互因的生活拢得到保障，每一个人拢得到主的照顾甲养饲。求主保守阮的会友兄弟灵修生活甲身心灵拢勇行，互阮的教会所行拢伫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圣善的事工，互阮的教会用个久长来服侍你，互阮的所传的福音会用互侪侪人受到对天来的利益，也互阮时时警醒，永远会记伫爱敬朝主。当阮即时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三甲来出声。阮天你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你的日子就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互阮要叫阮犯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25篇，启应文25篇，是出自诗篇103篇，咱做伙来启应。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
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才会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你毋通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体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情啊，就称赞上主。下面咱搁做伙来念圣诗，圣诗181首，圣诗181首，同心俄罗天父，请大家起立来念。这是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你的慈爱极大。伫早时，你对你的百姓施恩无停；伫今仔日对阮犹原安尼的款待，阮感谢你。你毋但有为阮备办永远得救的道路，也将你的律例诫命教示来教示阮。通过圣经的默示以及你的奴仆的喙来对阮显明，互阮时时得到警醒。通过警醒接受，阮甲你感谢。这时，阮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话，亲像双刃来的剑来刺透阮的心，互阮警醒在做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佮互阮的心思意念甲你相连，会通体会啥物是你所欢喜良善的旨意，结出光明、公义、诚实的果子，互你来修成。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圣经今仔日的经节是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1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路撒冷，伊即个未怀孕、无生囝的妇人人啊，就唱歌。你即个毋捌经过水准艰苦的妇人人啊，就出大声欢喜唱歌，因为受气杀的妇人人会有真侪囝儿，比有丈夫的较侪。上主安尼宣布，就确见你大的布片会对。就甲你的布片布扭开，毋通限制，牵的做着牵甲真棒，迄仔拢顶互条，因为你的四面确见领土，你的后代会得到列国的土地，荒废的城镇会真侪人住，毋免惊，你袂阁再见笑。你袂阁忍受侮辱，就袂记伫你少年时的见笑，毋通去调你做寡妇的体力，因为创造你是你的丈夫，伊是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真神的上帝是你的救赎主。伊受称呼做全地的上帝。以色列啊，你以前是少年的妇人人，互上主你的丈夫气杀，真忧伤。毋过伊叫你倒转去伊遐讲，虽然我有暂时气杀你，我要用深深的疼接你转来。我捌对你发极大的生气。离开你一时仔久，我要用不眠的疼怜悯你。上主，你的救赎主安尼宣布。这对我来讲，若亲像哪爱的日，我立誓袂阁互大水淹捌大地。但我嘛要立誓袂阁对你生气，袂阁责备你。大山会当刷走，小山会当迁移。毋过我不变的疼，永远袂离求你。我会永远遵守你和平的约，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耶路撒冷，你即个受苦的城，你互暴风扫走，无人甲你安慰。我要用彩色的石甲你中结。用蓝宝石做你的地基，我要用红宝石甲你起城塔，会用发光的宝石做你的城门，用珠宝做你的四围的城墙。你的囝儿拢会受上主教导，你的子孙拢会平安繁荣。你会因为兵工行义得到建立，你无啥物通惊吓，因为袂阁受压迫，强迫会离开你远远，恐怖袂阁困你。若有人攻击你，毋是我引起的，所有攻击你的，会互你拍败。你看，我做拍铁师傅，因分火炭互火焰做武器，我嘛做毁灭者，因起来实行消灭。所有为着要攻击你制造的武器，无一项有路用，每一个伫
伫法庭控告你的人一定袂胜诉。这是上主的仆人应该得到的产业。我要维护伊，互伊胜利。上主安尼宣布。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圣歌队17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歌是《俄罗的诗篇》。这时，咱要请郑永文牧师来讲道，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的题目是上主永袂动摇的听。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感谢阿萨士班早起俄勒的诗篇这首真水的赞美诗，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有时啊真歹想象面对着人生侪挑战人生内底敢在拄着海过苦难的处境，但是还阁会当唱俄勒的诗。伫即种困境中间，会当唱俄勒的诗，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对抗。在咱为即个角度思考，现实虽然互人失望，但是咱犹原唱俄勒的诗，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抗，一种将上帝主权要甲展现出来。这是咱今仔日所读
以赛亚第54章真要紧的主题。咱今仔日是今年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过来咱过年了，后礼拜咱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也真拄好，咱以赛亚读到54章，到后礼拜55章，第二以赛亚就结束。咱嘛讲起来真辛苦为以赛亚为第一章读第一以赛亚读了40章开始读第二以赛亚，到阵到后礼拜就将这个第二以赛亚结束，然后搁落去就剩第三以赛亚最后10章。安尼咱会当讲真完整，将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会当安尼真完整、真丰富来领受。这是一段无简单的旅程。咱兄弟姊妹伫济南教会这个信仰团体，咱做伙行这段的旅程，学习信仰的功课。我想这点是真有意义。希望大家伫这中间也有成长，也有学习。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日54章，咱读到上帝通过诗人用温柔的声伫遐宣告，伊甲伊的子民中间迄种紧张的关系，已经化解。咱的经文内底读袂到任何控诉的声，嘛无审判的声，就是上主的安慰。上主嘛伫遐应允讲，以色列人特别有新的身份，因要成做上主保护、上主所甲因揽，甲因揽做伙，上主要甲因祝福的这个子民。但是要成做上主所保护、所祝福的子民，这个以色列人家己本身爱行出来，伊内底若有啥物埋怨，心灵抑阁有啥物创伤，这条路都要行过。所以咱今日来读今日54章的时候，咱会想起古早为49章到50章的迄个诗歌。咱伫遐会记得以色列人伫遐埋怨，甚至伫遐控诉，讲上主你甲阮气杀，讲上主你甲阮袂记哩。这两个气杀甲袂记哩，是当时上强烈的两个控诉。同款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见上主搁一届用足强的话回应，无。我无甲恁袂记哩，我甲恁记条条，你拢一直伫我刻伫我的心内。毋然呢，今仔日经文内底足特别的，咱看咱读到中遐，上主家己做出信仰做出告别。上主家己对这以色列受苦以色列人做出告别，讲我甲恁气杀，确实我甲恁气杀。咱敢有法度想象上帝安尼讲话啊？上帝承认讲伊甲恁气杀，但是然后伊做出足强的保证，伊讲你袂阁会记得古早的见笑侮辱，过去遐甲你放袂记的已经过去啊，永远袂阁发生。这是咱今日读到足强的上主安慰的话。下面咱就来看今日的经文，拢总分做两段。第一段是用富人人做意象的表达，第二段是用耶路撒冷这个城做意象的表达。咱会记得这两个各一共一个。咱古早讲过足侪解，伫希伯来文内底，城市就是阴性的。所以城市拄好拢会当用富人人来做代表，讲起富人人，讲起城市，拢同一样代志。
所以咱进前讲，有时啊诗人心内咧想的是一个锡安女士，哦 ，Lady Zion， 这锡安就是一个女士，一个妇人人。伫今日第一段1节到10节，诗歌用婚姻做譬喻，描写以色列甲上主耶和华的关系。伫这个譬喻内底，耶和华是丈夫，以色列是妇人人，是太太。用这个关系要来描写为疏离倒转去到和好的这个复杂的关系。过去捌发生代志，疏离分开，但和好要做伙。这种表达其实有些有问题啦。今日足侪学者拢嘛讲啊，这先知用这种婚姻的表达。带有一种性别歧视的味啊！性别歧视，确实，咱若读看卖就知影有性别歧视。因为大概讲查甫拢对，查某拢唔对；先生拢对，太太拢唔对，大家拢共款。所以确实有这种味道。但是为什么先知还是诗人要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表达呢？因为确实。婚姻中间有迄种紧张，有迄种足复杂的关系，会当真丰富，表达上主甲咱中间的关系。这咱知影所有的譬喻，拢是有伊的限制。伊通讲出某一面，另外一面就讲袂通啊。所以咱就要抓到伊要强调迄个面是啥物。第一节经文一开始就讲，着唱歌，后壁佫讲一解，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叫谁唱歌？叫迄个袂生的妇人人唱歌。这妇人人就袂生，袂生，咱知影代表什么？袂生就代表失落，代表流亡，代表无愿望。伊人生就是已经限制伫遐，结果诗人讲着唱歌，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一种紧张，叫遐个活伫失望，还是讲流亡的人唱欢喜的歌。这中间，互咱想起。创世纪21章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咱知影撒拉未生，所以到尾啊，已经90岁啊，上主互伊有囡仔，带来一个改变。所以伫遮诗人用的话，互咱感觉真正足强啊！伊甚至讲迄个。毋捌经验催尽艰苦的，连咱讲迄个 labor 阵痛，要生以前的阵痛，毋捌经验过阵痛的，你着欢喜唱歌。然后后壁讲，因为你的囡仔要比有丈夫的妇人人较济，所以这是一个咱讲挑战现实的。一个真要紧的表达。接落去嘛，同款20到30节，咱看迄情景换去到迄个布棚。咱来读的时阵，会想起即个贝都因。咱知影贝都因，贝都因就是游牧民族，在中东地区遐游牧民族，不管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拢同款，拢有迄种贝都因。因拢住伫텐트内底，住伫迄个。帐房内底，底下讲，就确定你的帐房，甲布扣互开，起仔就顶互掉。这同款的，其实同款的譬喻啦。因为安那，你要生足侪囡仔，你的囡仔生出来安那，四界爬来爬去，走来走去。细汉的时阵爬无偌久就走来走去，所以你的布边要确定。顶互条，较袂互囡仔走出去外口。然后
第3节遐讲，你的后代要经验列国的祝福，这互咱想起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将来你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所以而且诗人用创世纪，不管是撒拉还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要描写妇人人的命运要改变。本来未生，要有足侪囡仔，甚至布病带无够。要接落去40到60，同款在讲妇人人，但是即阵咱读到形象小可改变。拄仔讲的妇人人是未生，到第40到第60，变做是寡妇，就是去互丈夫，咱讲休妻吼，互丈夫甲伊气杀的即个妇人人。不管未生，还是诚做无丈夫的寡妇，拢是一种共款的概念，就是伫迄个古早父权的社会内底，无保障的妇人人。不管是未生，还是寡妇，失去丈夫的即种保障的，因就变做见笑，互看轻，互拒绝，甚至伫社会内底生活会足艰苦，因为人甲你剥削，人会甲你排除。所以伫遮第一段诗歌用未生甲寡妇咧表达流亡的命运，但是咱为第4节后半开始读起，上主对妇人人讲出救恩的信路哦，救恩的宣告。而且讲唔免惊，唔免惊。丈夫伊的丈夫就是上主哦，上主丈夫2届甲讲唔免惊，然后佫讲你未阁见笑哦，你未阁见笑。咱会记今仔日伫讲见笑这样代志，咱结论的时阵，咱就佫倒转来思考，肉体的创伤较艰苦。还是心灵的见效较艰苦，两项拢足强。但是对有一寡人来讲，心灵的见效可能是更较重的一种打击。而且丈夫讲唔免阁见效，然后接落去讲因为为什么免见效？因为安那有3项，第4节、第5节、第6节讲到3项代志。第4节讲。所有的见效拢要除去，你袂阁有见效，因为我要甲见效除去。第5节讲，因为安那，因为你的丈夫就是上主，你的丈夫就是万军的统帅，神圣的上帝。我最后一句最要紧的，你的丈夫就是救赎主。咱读以赛亚，大家爱记得救赎主这个概念，Redeemer。救赎者就是家族内底迄个上强，会当帮助这个弱势的家庭的成员得到透放的。你的厝去用卖去，哇，欠债，厝内底有一个真强的成员来帮助你，这个人就叫做救赎主、救赎者。上帝嘛要扮演救赎者的角色。最后一项第6节讲。你的丈夫虽然你进前互伊气杀，心忧伤，答伊叫你倒转去伊遐，伊要叫你转去，要甲你建立，重新建立这个关系。到这咱看见头一段用诗，就唱歌开始来鼓励这个，不管是未生。还是去用气杀的妇人人，唔通惊，因为上主要除去你的见笑。讲到这还无够，第7节到第8节是上特别的经文。咱看见耶和华上主2届家己做告别，上主要叫上帝家己讲安尼，讲啊，我真正做过安尼啦，甲你气杀。哇，这
在所有宗教内底，我看基督教是真特别的一个，上主家己做出告别。第7节甲第8节，第7节讲我有气杀你，第8节讲我捌对你发极大的生气，离开你。两解，上主承认我甲你气杀，我离开你。不过呢，真有意思是内底国家形容词，头前一句讲我是暂时气杀你。第二句讲我离开你是啥？一时仔久，两句拢表达讲，迄是暂时的，是一时尔。但是呢，上帝无否认哦，上帝讲确实发生，这是伊捌经验的痛苦。搁落去，搁较要紧，两解上主拢讲，我要用打，我要用不变的疼怜悯你。哇，这是诗人做出上水的对比。上帝生气是一时的、暂时的，但是上主的怜悯，甲伊的疼，这个伫遮疼用的是旧约圣经上要紧的一字希伯来文 ，hesed，hesed 就是信实，咱翻做信实。上主对咱是信实的，伊的疼是袂变的。而且讲，我永远袂变的疼来怜悯你。所以咱看见诗人用这两个特别做对比，暂时甲袂变，永远。然后呢，最后9节到10节进一步讲，但这哪亲像哪阿的日，敢若哪阿的日，哪阿的约，咱会记得，上帝伫遐咒詛，我绝对袂阁用大水来淹没土地。哪阿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约。但上主甲以色列的婚姻的约，嘛去用比评做哪阿的约，是稳固袂变，嘛袂撤回，袂阁撤回。所以最后伫遐讲，我袂阁对你生气，袂阁责备你。这是咱今日读到头一段真特别的表达，用妇人人甲丈夫的关系咧描写上主的疼。今日第2段11节到17节，咱就较紧带过，较简单，因为咧讲起城市耶路撒冷。一开始讲耶路撒冷是受苦的城，有暴风扫帚，而且用的表达，互咱想起头前咧讲的遐拄着的袂生见效等等这表达。妇人人是袂生，是见效。城市拄着的问题是啥？是毁坏，去互暴风甲扫帚。后壁佫加一句，讲无人甲你安慰，无人甲你安慰。但是即句话讲了，接落去马上就改变啦。为第1节的下半，锡安受应允，要改变，有一个新的未来。而遐讲，我要用无共款的宝石来重新起造城内底无共款的所在。伫遮咱看见地基要用什么宝石，城塔要用什么宝石，城门要用什么宝石，城墙要搁用什么款的石头。而且表达迄个本来毁坏的城市安那，要重建，要荣华富贵，久久长长徛在，久久长长徛在。后壁佫加一句列国要祝福你，所以耶路撒冷要成做一个新的城市。搁落去13到14节，佫进一步，毋是干那讲物质的改变，也讲起迄个灵性的改变。上主安那，上主亲自要教示你的囝儿，上主要亲自教示你的囝儿，带来道德甲灵性的更新。因拢要享受什么 ？Shalom， 因要享受平安、繁荣。
然后伊讲，规个城市要建立伫公义的基础顶头。塞达卡这字佫造出来，公义。上主要用公义来治理这个城。到这对城市做出应允，但是咱拄仔讲，心灵的问题无解决袂使。城市要重建，流亡的子民要返去故乡，但是内心也无平安，内心也搁伫遐有阴影，暗时搁会做眠梦，旧的迄个对敌要搁来，所以16节、14节到15节接落去讲，你毋免惊，就算有新的对敌起来，因嘛无法度拍赢你，嘛毋是我派的，毋是出伫我。上主伫遮做出应允，你的心灵会惊无要紧，我要继续保护你。进一步16到17节，上主讲，连遐毁灭的力量嘛是我做的啊！你免惊。上主讲，我做拍天师傅，我嘛做毁灭者。这所有互人会惊的武器，嘛是我咧控制啊！免惊，免惊。古约学者 Blankenship 伊讲，这毋是一种政治现实的天真啦。想讲这对敌拢无啥物通惊的，这是一种信仰带来一种气力。你若有上主甲你保证，你内心是坚强的，你就毋免惊。到结论17节的最后半节讲，因为这是上主罗卜应得的产业。产业这字咱知影，伫诗篇还是智慧文学常常咧用，就是属伫上主的。咱有时仔讲，咱生真侪囡仔，囝儿就是咱的产业。同款，上主讲，你就是我的产业，就表示咱是属伫上主的。以色列是属伫上主的，所以因为安尼，你无啥物通惊的。任何人甲你控告、甲你控诉，你拢徛会牢。最后一句话讲，我要依互伊，互伊胜利。这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我要互伊公道啦，我要行伊公道。无人会当甲伊扭曲，无人会当甲冤枉，因为我要互伊公道。这字甲咱拄啊14节读的公义是同一字，塞达卡。所以头前讲，我要用公义建立这个城市，后壁佫讲，若有人甲你对敌，我要互你公道。这个表达，咱去年咧读罗马书的时阵，大家应该印象佫真深。罗马书第8章，保罗伫遐做最后的宣告的时阵，讲：什么人会当控诉上主的囝儿？什么人会当控诉伊？无人，因为上主家己要为着伊辩护。这就是保罗的这个概念，就是为今日这段的诗篇同款提出来。上主保护的人，上主要互伊公道，所以无啥物通惊的。各位啊，今日这段的经文有真侪互咱通思考的所在，我提出2点，甲大家来最后来做结论。头一项，个经文内底足清楚的一个真要紧的概念，是上主对以色列人提出保证：你毋免阁烦恼，袂阁见笑，我要将你的见笑除去。个经文用妇人人第2段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做例，描写迄个命运要改变。我要互你为见笑变作欢喜。你本来去用气杀，但我要用不变的疼你。这个城市本来荒废，但要荣华富贵。你的内心可能阁有惊吓，但是我要互你信心，要互你保证。
所以伫遮讲起迄个受掠要倒转去故乡的这子民，经历过苦难了后，因要安怎想象一个新的世界？这真无简单啊！活伫绝望中间的人，你要叫伊想象一个新的世界，想袂出来，因为伊的记忆内底拢是痛苦，拢是苦难。所以古约学者鲁克曼讲到这段，伊讲今仔这段经文真要紧，伊是要重建咱的神学的想象力，重建咱信仰的想象力。你本来已经连想象都无法度，你想无啥物有水的物件，但是上主讲，你着爱拍破过去迄种现实感。特别咱知影未生这样代志，一个强烈的经验。一个妇人人未生，就表示讲，上主无咧甲眷顾，上主无咧甲照顾，所以伊变做见笑，变做痛苦，变做失去愿望。但是上主讲，你着唱歌啊，你着爱大声唱歌，未生阁要大声唱歌，这就是一种反现实的描写。现实是安尼，但是我超越现实，我赢过现实。上帝话语要拍破咱已经无未来的想象。各位兄弟，咱敢有人绝望到讲，感觉我无未来，我嘛连未来都无法度想象。上主甲你讲，你着唱歌，因为我要互你新的想象，新的愿望。咱会记得我捌讲过足侪届，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写一本重要紧的册，叫做《地死的病》。人得这个病会死啊！什么病？就是绝望。绝望就是互人地死的病。一个人若人生找无意义，找无愿望，伊就一步一步行向死亡。所以，而且新的迄个想象力真要紧。新的想象力就是互你有新的想象，产生愿望。所以，伫遐讲未生的要有足侪囡仔，这是一种对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要甲伊变过哦，要互遐受伤的人有一个新的可能性的思考。咱伫读以赛亚常常引用另外一位学者，就是爱尔兰的学者Katie 这位学者，女性的学者，伊嘛讲，今日这段经文真有意思。伊通过女性的形象，要重新塑造咱的身份。通过未生，通过寡妇，通过去用气杀的妇人人来表达新的身份。而且，要讲起未生，讲起寡妇，去用气杀，这毋是一种情绪的语言，是咧讲起。伫旧的社会，特别迄个父权的社会、父权社会内底，女性的位足脆弱的，女性总是伫迄个真边缘的位。但是当新的关系要开始，见效要甲你除去，见效要甲你除去。除去见效，毋是讲哦，你互你倒转去做一个正常的女性，安尼哪定？重点毋是这。重点就是讲，互你的人生有新的可能，见效无法度成做你主导你生命的规律，你袂阁去互见效绑条咧，你会当重新解说你的人生啊，无阁用旧的思考，用新的思考。伫这个婚姻的譬如内底 ，Katie 甲咱讲，重点过去可能。伫婚姻的关系，有个人感觉讲控制上要紧，我的权力较大，我控制你。但是当新的关系要重新建立，受苦的过程，毋是讲受苦，结果我会当有较好的婚姻。重点毋是这，吞忍一个啦，安尼婚姻会较好过。重点毋是这，重点是上主的
要陪伴遐个受苦的人、受创伤的人，互伊拄起见效，定心有尊严，定心有尊严。医治真要紧，咱讲人受伤得到医治真要紧，但是医治上要紧的，毋是肉体痛苦那点，嘛是见效，心灵的创伤。因为创伤毋是干那痛疼尔，创伤会互人家己责备家己，带来一种社会性的见效。咱看见有一寡受苦的人，结果家己咧讲。当我是做毋到什么代志，伊家己责备家己，一定我做毋到代志，家己责备家己，是讲变做一种道德的谴责。我今日安尼是我应该，家己谴责家己，甚至是一种集体性的见效。话讲袂出来啊，无法度讲话啊，因为迄个见效将伊规个性命。缀掉咧，所以今日的经文甲咱讲，要拄起过去的迄种见效，这是真要紧，互一个人定心会当徛起来。最近这两礼拜，咱真侪人因为一部这个电影咧拍的问题，造成大家在遐讨论政治受难者的故事。我嘛讲过足侪解，我去拜访真侪228的后代的时阵，上艰苦心的代志，就是大概看到遐228的受害者，因家己搁伫遐自我责备啊，我咧家己自我责备。我一摆去组织阿里山高一生的后生高英杰老师，这出名的音乐家，家己。伫众人面前，搁一摆家己讲，阮一定做毋到代志，然后要甲大家核实的，这是一种爱拄起的见效，因为社会错误的认知，带互因迄种久长的见效，无法度拄起。我会记得20年前，228得到平反以后，咱开始有和平日休困。20年前，一届228的时阵，林义雄先生写一篇足要紧的文章，也纪念228的受害者。林义雄先生伫文章内底安尼讲：台湾所有228的受害者，就是台湾的义人啊，台湾的艺人。哇，这是社会评价规个大灯势。过去大家看做是犯罪的人，是叛乱的人，是对国家伤害的人。这种错误的印象，若无拄起，迄个见效永远伫咧。林义雄先生讲，这人就是台湾的义人，因为了台湾受苦。咱若无法度学习将这种创伤拄起、见效拄起，这个伤害会继续留咧。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真要紧，上主通过诗人讲，百姓掌管去用气杀这个形象，那亲像以色列人受掠，担任要定心想象恁的世界，大声先将恁的见效拄起。今日第二个真要紧的信息，在讲上主永远袂变的听，这嘛真要紧的主题。拄仔我讲起今日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上主两届家己伫遐告别，我有气杀你，我有离开你。上主的告别，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创伤袂当甲当作袂记哩，就讲家当作无存在。创伤真实发生过，咱袂使甲即个创伤甲人性化，讲看过就好啊。咱今日经文内底，咱看见上主无否认伊捌缺失，伊捌无伫遐呢。我捌离开你，
真侪过去大灾难发生的时阵，受难者定定问即句话讲：上帝啊，你伫倒？结果上帝承认讲：我捌离开你。所以这个表达讲创伤是真实的。咱若知影创伤是真实的，咱就面对创伤，会当把创伤当作是信心的一部分，袂当无甲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因为迄是真实的经验。遐个经文第8节，伫遐特别用的话嘛，真值得注意讲。上主讲我极大生气，迄字原文是讲溢出来的生气，流出来的生，溢出来的生气。上主生气甲溢出来，所以上主的生气嘛是真实的。但是上主两界拢讲暂时，暂时。伊必来文讲礼假暂时。两界暂时对比后壁讲，两界讲我不变的疼你，所以上主的怜悯甲疼，甲头前两界暂时，诚做真大的对比。咱会记得拄仔咱讲头前以色列人伫遐埋怨，两界定来讲即两个概念：主啊，你气煞阮；第二个定来讲的埋怨，就是讲上主你美起来，阮看无你。稳重起来，阮看无你。当上主的回答真清楚，是我捌气煞，我捌稳重，但是我要用怜悯甲不变的疼来回应你。所以今日经文内底，咱看见对富人人的迄种疼，另外第二对城市的迄种的保证，这个城市安那？要重建，要平安繁荣，上主家己要教示你的囝儿，这个世界要成做上帝产业，上主要保护因，无互对敌来攻击。毋安尼，第9节甲第10节各讲，这若亲像拿阿的约同款，是永远的约。就算创造会变，伫遐咱会记读到，讲大山会刷开，小山会刷开，创造会变，但上主的疼永远袂变。这是旧约圣经上水的一个应允。咱拄仔所读的启应文诗篇嘛是同款的表达。上主的生气是暂时的，但是伊的慈爱要大过这一切。各位兄弟，今仔日是旧历的最后一个礼拜，咱后礼拜要迎接新的年。伫这个过年的中间，望大家人伫咱的家庭内底，当甲亲人相做伙，享受平安，享受团圆甲喜乐。也望咱通过以赛亚，特别第2以赛亚的经文的信息，带予咱望伫新的一年，带望向头前来行。台湾的历史确实有真侪苦难，咱无否认这苦难，但是咱知这是一时的，上主的应允甲疼，要伫头前带咱行望的道路。望咱用这种的心情来经历这个新的年。咱做伙额头来祈祷。阮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先知以赛亚伫最后这个应允佮鼓励的话，上主伫遐讲起，我捌离开你，气煞你，但我用不变的疼来疼你。恳求你将这种忠实的应允放伫阮逐人心内。伫人生中间有挫折，有困难，兼且有悲伤，也经验到气煞还是拒绝，总是心内知主你的应允要继续陪伴，你的望也要带阮向头前行，也因为安尼，恳求你赏赐阮，也愿意欢喜唱歌
的能力，用欢喜唱歌来回应阮人生所面对的挑战。阮将阮每一位兄弟新的一年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带领保守。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快乐的保护，请大家起立来吟。较济，下面是公祷的时间，这时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新春期间家人团圆，出入会平安；第二，为2月17号新春青社礼拜的举行；第三，为着善用上帝所赐的财富资源来迎神疫情，咱大家同心来祈祷。
时，咱要请司县长谢明如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甲带领，有主满满的稳定同在。有的一年就要过去，恳求你伫新的一年，犹原带领你的教会对台湾、对这个世界，继续彰显你的稳定甲公义。感谢你，互阮有新春假期，有全家团圆的机会。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厝内，也是厝外旅游，出入拢有你的平安同在。求你祝福每一个团圆的时刻，大家自责、和睦、喜乐，倒会感谢你的稳定，彼此有疼的结连。教会伫2月17拜二的早起10点举行新春青社港礼拜，求主保守一切顺遂进行，恳求圣神感动每一个家庭，甲众兄弟姊妹欢喜伫一年的开始，做伙来朝见你，敬拜阿罗你，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感谢主，互阮的需要得到满足，求主赐阮智慧。知影安怎用主所赏赐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真正活出荣光上帝利益别人的生命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这时，请咱大家起立来用奉献诗，诚做咱的祈祷。
即时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请我来报告。第一，2月18号大灾周日，大灾节期是国外节前40日透除6个主日。今年是对2月18号开始，这段时间鼓励信徒效法主耶稣的受苦，体验主耶稣伫旷野受魔鬼试探40日的精神，也帮助信徒伫受难周来临的时，过一个警醒甲悔改的生活。咱长老教会无要求信徒禁食严守40日的大灾节期，但是邀请兄弟伫个3月29到4月4号，耶稣基督受难周静默静默灵修，这段时间也避免参加喜庆甲各种的旅游，甲普世教会来斗阵来修日。今年咱大灾节期因为过年的关系，所以无要即个聚会。第二，新春期间下礼拜甲聚会时间伫个下汴遮，请大家注意，新春清明礼拜伫个礼拜2下10点开始，伫个大礼拜堂。伫个初5的时阵，下礼拜的主日是联合礼拜，是10点开始。儿童主日学嘛是10点开始，伫个主日学教室。香港的崇拜嘛是伫个下晡2点，伫个小礼拜堂。新春期间，即个团契小组聚会、希望诗班、阿萨诗班拢有暂停，这时间请大家家己看。下面祝福台湾祈祷会2月13、2月20暂停，2月17提早伫5点参加228纪念礼拜。促进查经班2月9号甲2月16号暂停，办公室是伫个2月21号恢复上班。第三，即个甲头前已经讲过啊，即个祝福台湾的祈祷会有暂停。第四，教会有准备新春红包袋仔，今仔日用个互大家来摕。愿上帝祝福兄弟姐妹新的一年福杯满溢。第五，即个新春清明礼拜是10点，请大家注意。第六，儿童主日学少年团契一日游，伫个即个2月27号举行。报名时间到2月22号，报名方式内容选大家家己看。第七，228挂即个百结合厅章，伫即个228的时阵，请大家来挂即个胸章吼，即来纪念即个228的即个传递即个和平、公义、希望甲疼的讯息。第八，228事件79年纪念。今年是228事件79年，伫个迄日228迄日2点28分，要敲钟39下来纪念主耶稣，来纪念即个受害的人。39号是代表主耶稣要定12个前，伫罗马兵丁来鞭拍39下，这也代表即个咱228伫个白色恐怖到今仔日，咱犹原爱持守咱的信仰精神，甲受苦的人同受苦。欢迎参加，下面有几下的即个活动，请咱家己看。第九，世界公道日为奈吉利亚，这个是即个为着即个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伊若劳苦担重担的人，拢到我遮，我就互恁得着安息。即个内面吼，时间是伫个3月6号下9点30分，伫个第一教会。第十 BLS 正教世人教会专班，这时间是伫个
3月7號下晡1點到5點，地點是伫個咱的宣教中心的 B101到103的教室。费用是500塊，大家注意。下面是神學的報名，即個神學的伫個咱帝人教會有開4門課，開學的時間是2月23，歡迎兄弟來參加。下面的幾項的即個課程也請咱家己看。2026年愛的練習室夫妻成長團體，即今年是佇為5個到10個，每一個月聚會一擺，即內容報名也請咱家己看。下面即個團契消息甲即個近期的事工甲有個，也請咱家己看。下面要請鄭永文牧師來介紹甲請安。大家平安。来介紹幾位咱今日的來賓吼。頭一位是過去佇咱濟南教會擔任牧師的柯洪模牧師的孫查某囝柯靜陽女士，柯靜陽歡迎。另外是吳敏是媽媽甲囡仔陳建明兩位。你加拿大蒙特爾遐轉來南園教會的即個做佇軍隊中間做兵的金爾軍，好，介紹來歡迎。閣有即個黃慧英女士甲即個囡仔汪茂月。这是咱足熟悉，即个伫芬兰做大使 Freddie 的妈妈，Freddie 的妈妈咱欢迎咯。咱兄弟彼此会当互相请安下面咱来跟要面试，信息398首，信息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吟诗线，请郑永文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挽起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较济灭岛闭会新朋友甲需要在岛的兄弟，请到现场有牧师、长老甲同工为伊来介绍甲在岛。其他的兄弟欢迎到
中庭来参加地饼会交期。